讲到今仔日中昼这雨水是细细来，是因为这方面来接近。中央气象局今针对16县市发布大水雨的特报，加人中昼这落雨，搁在单位讲，这雨水一声来了伤过济，真济所在拢积水。也那新北市甚至有一寡路段也拢淹水，加在是无造成搁较大意外。 每次下来都是这样子，湿湿哒，整条路都湿湿哒哒的啊，上下车的行人都不方便，鞋子都湿湿的了。李定讲，大概落大雨，排水袂赴，路水积水，民众要过脚一定澹落落。这是基隆市中湖路这块里，车到中昼落大雷雨，为山顶流来的雨水向灌入来大排，搁加路边的水沟啊消透袂赴，唔使路严重积水，汽机车敢来当撩水过。这当冻5桶水哦，你10桶水落来，伊冻袂掉就漫出来。下大雨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排水来不及的话，就会这样子。最主要是会淹水，怕淹进来啊。这里是我们整个综合路段最低洼的地方，造成它积水。虽然它也有排水箱海，但是排水箱海已经不足以能够顺利的疏导这些积水。落大雨的时阵，家人阁一直单位讲，包括中山、中正、安路这些所在，拢出现道路积水的情形。另外近家人的新北市市中昼嘛是向雨规通道，新台五路积水严重，规条敢若河哩。双北地区还有基隆以及这个宜兰地区都是有发到豪雨的情形。那其他地区的话，主要都是山区，还有中南部的平地都有来到大雨的情况。未来1个礼拜的天气都还是比较偏不稳定的情形。另外，大雨嘛造成宜兰县境内旧苏花公路39.8公里的所在发生路边真济土石崩塌，交通中断。公路总局已经派出工具机来抢修，希望会当赶紧通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